陪你跑步呢。今日係第11日，由12萬開始，每多一個 follower，我哋就會陪你跑到1米步。今日我哋會跑17公里，而家開始。今日有強姐陪我跑步，嚇死我！今日我哋跑港島西營盤嗰度鰂魚涌，而家我哋已經喺中環啦。我想話6、7年冇跑過步，我為咗今日早幾日特登去練跑咗一次，認真對待呢個賽事。前多少少，可能你真係 hit fast 太緊啦，我調整佢嘅跑姿。灣仔海濱4K，你而家咪跑順咗啦？好似係，你 keep 住而家呢個速度跑，唔好停咧，就可以跑得好長。真㗎？係啊，而家跑咗就嚟5K 啦，都冇停過啊！好多人啊！8K 啦，8K 啦！我哋而家去到炮台山嘅東岸公園掉頭，好多嘢食啊，好肚餓啊！最後3K 啦，跑埋佢，跑唔跑到？跑到，頂唔頂到？頂到！做咩停啊？唔得啊！不如你跑埋2K啊！差2K 啫喎，17啦！我咁多年冇跑過，係因為我人體嘅極限嚟。你要唔要想全程完成先？但係你而家差2K 啫喎，就係未完成喎。嗱，最後1K 啦，跑埋去啦，冇得停啦，停啦！哇，竟然跑晒啊你！好攰啊！我人生未試過跑咁多步，都話跑到噶啦。咁多年嚟跑10K 就完噶啦，跑20啦下次。我哋今日嘅時間係2個鐘14分鐘07秒。有邊個想同我哋一齊跑步咧？留言俾我知啦。我哋下次見。想練出微笑蜜桃臀，擺脫屁股下水，嚟跟我操練啞鈴上撲深蹲，提升臀部線條。首先雙腳打開1.5倍膊頭嘅闊度，指尖指向外，膝頭外旋對住腳尖方向。拎起啞鈴之後，肩胛下沉，開始下蹲時候保持背部平直，將臀部向後推，好似要坐低嘅感覺。下蹲至到大髀與地面平衡，如果可以再落低啲就更好。喺最底 hold 住1秒，然後呼氣腳踭發力起身。下蹲嘅時候注意膝頭跟住腳尖嘅方向移動，每組10至15下，一共4組。堅持落去就會擁有完美嘅下臀線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 ，follow 我獲取更多女生健身資訊。一個飽滿臀部必練嘅動作，提升下臀線，改善臀部凹陷。你跟我操練保加利亞單腳蹲。先將個架或者將凳調校翻適合自己嘅高度，坐低身前一隻腳，揾自己合適嘅距離，雙手攞啞鈴，後腳腳背搭喺個架或者係張凳上面，上身微微向前傾，保持核心穩定，慢慢屈曲前腳膝頭，想象屁股向後同埋向下面坐，重心要放喺前腳踭度，去到大髀同埋地面平衡咧就得啦。呢個時候咧，你會感覺到你嘅下臀好似被撐開嘅感覺，前腳踭發力企起身，記得膝關節咧就唔好伸得太直，落去嘅時候膝頭對翻腳尖，唔好向內，左右各12次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 ，follow 我獲取更多女生健身資訊。之前幾集你跟我操教咗幾個練臀嘅動作，想練 pat pat 再有 feel 啲嘅話，今集你跟我操同大家做拉伸嘅動作。練之前激活臀部，訓練效果加倍。第一個動作 hip flexor 伸展，對於一啲長期坐嘅人更加需要去伸展，左右各15次。第二個動作大髀前側伸展，將隻腳盡量貼近自己嘅 pat pat，等大髀 feel 到有伸展感，左右保持15秒。第三個動作大腿後側伸展，雙手壓實你嘅腳趾，雙腳蹬直做動態伸展，改善身體靈活度，喺寬屈嘅時候唔會俾大腿後側限制。最後激活核心，核心弱嘅女仔可以多練腰背一直線，唔好拗腰，伸手同時伸對側嘅腳出去，做嘅時候保持穩定，唔好搖嚟搖去，左右各15次。follow 我獲取更多女生健身資訊。
女仔想着背心露手臂嘅時候，但係有拜拜肉，你跟我操做呢3個動作，緊致手臂線條，消滅拜拜肉。第一個動作，啞鈴三頭肌後伸，保持身體前傾，背部平直，核心穩定，上臂貼近身體，手踭向後抬起，保持固定，利用手臂後側發力，將啞鈴向後伸直，感受三頭肌收縮，之後慢慢將啞鈴放回起始位置，全程保持穩定。第二個動作，啞鈴頸後臂屈伸，雙手握住啞鈴，將啞鈴舉到頭頂上方，手臂伸直，手踭微微屈曲，慢慢將啞鈴向後放下，去到接近後腦嘅位置，感覺手臂後側拉伸，保持核心穩定，避免用腰部代償，背部挺直，控制動作速度，慢放慢提，全程保持對三頭肌嘅控制感。第三個動作，椅子三頭肌撐體，手指頭向前，雙手放兩側，雙腳伸直或者屈膝，腳踭支撐地面，雙手闊度大概比膊頭闊少少，手踭慢慢下落，大概90度左右再推起，手踭下落嘅時候唔好向外張開，夾實胳肋底，臀部貼近張凳下落，唔好向前推，過程亦都唔好聳肩，保持核心穩定，背部保持直線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 ，follow 我獲取更多女生健身資訊。第一次做啞鈴划船練背，做完之後腰酸背痛，又揾唔到背部發力感，你跟我操試下呢個動作。首先揾一幅牆，企前一隻腳嘅距離，站距與寬同闊，膝頭微微彎曲，寬屈臀部靠牆，上半身傾前，保持背部平直，背部發力，將啞鈴向上拉，手踭貼近身體，而啞鈴就貼住大腿前側嘅方向。follow 我獲取更多女生健身資訊。佢對我好主動喎，佢約你出街？唔係啊，佢 DM 你？佢 like a story 啊？佢 like 你個